大家好，我係 Aria，我係 Lena。我哋今日嚟到科學園啦，出席由建造業議會主辦嘅國際人工智能及智慧建造論壇暨展覽活動吸引過千人參加，超過50個參展商嚟自建造業界嘅唔同領域。等我哋帶大家行個圈，睇下建造業嘅最新科技啦。Let's go！ 揸車嘅自動駕駛，大家就聽得多啦。有冇聽過天秤都可以解放雙手呢？梗係有啦，我哋身後邊呢個咧就係智慧天秤控制系統，就俾我哋解放雙手啦。系統係結合咗鐳射雷達、感測器、人工智能及物聯網等設備及技術，實現手動駕駛、App 遙控同埋自動駕駛3種駕駛模式。而呢一個手搖天秤加入咗 AI 安全監測系統同埋 AI 路徑規劃，可以減輕重複性嘅工作，針對 MIC 提高安全性同埋效率。而呢一咧係工業用嘅巡視無人機，專為密閉空間而設計。佢係整合咗高強度照明、3D 掃描系統同埋氣體偵測等功能，安全得嚟又高效率咁收集同埋分析現場嘅資訊。我身邊呢一個咧就係全球第一個 AI 焊接機械人。粉嶺龍躍頭行人天橋就係用咗呢一個技術，同埋 S960高強鋼造焊接，接駁同彎度做到更精準。呢個天蠍鑽 D3 同一般嘅鑽機唔同㗎，轉動之後可以自己換工具做爆炸螺絲，佢可以減少1/3高空工作嘅時間，仲可以減低工人勞損嘅風險。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住咁多先啦。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多建造業科技嘅資訊，咁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pag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